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彰化火车头的附近有一栋社区大楼，起26年了。这个外墙的态度，遮愈一地，遐落一片，规个壁面是愈苍苍。管委会讲，若是甲规栋大楼的壁面总卡掉来做防水整修，爱开2000多万。社区无钱，住户嘛袂出这条钱，只好先伫个2楼架一个网仔，塔来新跌落来的态度。县府建设处讲，安尼嘛毋是办法，讲会找技师来评估处理。也若无，这个态度若甲网仔拆破去共结着住户甲过路的人甲车，到时阵就歹赔回咯。社区外墙的壁砖落有够济，远看袂输拍马赛克共款，毋但歹，阁危险。社区管理会惊讲落来壁砖会去卡到人甲车伫2楼高的所在，按网来巡。目前经费不够，住户还没有得到大部分的住户认同，所以说先做防护网登记招标式。这个社区伫彰化车头附近，管理会讲，这个建筑物已经有26年啊。壁砖一落，找人来搞，规面壁拍掉，做防水，做壁面，敢若大应价讲的800万，总工程费也2000万。因为管理费钱敢若千几万尔，根本就无够用。245户平均册一户爱出差不多6万块，有人感觉伤贵，才决定讲先用网仔来寻。因为落落来壁砖若是伤大角，也是数量一个多，网仔敢挡会掉。经过的时候，安全帽不太敢脱。不要靠近大楼，这样就对了。对。管理会讲无钱，也毋捌去卡到人，也是车，因为毋惊1万只件万一。县政府讲会出手斗3工。这边呢，我们会来邀请彰化的建筑师工会相关的专业团体，来给予他们一些专业上的咨询。县政府讲，社区壁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。若是壁砖落来去卡到人，也是车，会使依照建筑法连续开罚单，上济会使罚30万。